你会推文良民吗？会。还打架吗？不会。知道你在监狱伤了多少人吗？不如被伤的多。前前后后加起来75。你因配合携带武器入狱3年，3年内因打架斗殴又追加了1年。如果你再不改过自新，还会继续追加。对不起，我会改过自新。算了，你继续待在这里，除了和他们互相伤害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但至少我同情你，我同意释放你。那你没事没事。我想开卡车。我爸遇害的时候，车辆被军方扣留了，现在应该还在那儿，只要找，肯定能找到。这边呢，最多就是被人侮辱了，那边啊，动不动就挨打死人了。对不起，没被人侮辱过。乱世，女人苦。怎么苦啊？嘿，还是个女司机。哎呀，上一下她就哭了。跪下，把货留下。我们东邦人不团结，也不敢团结，所以总是被欺负啊。他们人多，有枪，有军队。就说挨打了，但不敢还手。那是你不够强。这怎么着都得打翻几个刑法老啊！举报丫的！从未束手就擒过。我被逮捕的时候，他们拿枪打穿了我父亲的额头，鲜血流淌在衣服上。他们把我的头按在地上，死死地按在地上。我挣扎起来，一脚踢断了他们其中一个的腿。他们再一次把我按在地上，抽打我，把我关进男女混合监狱，以为那样我会生不如死。那这一次，你还会这样吗？不会了，这一次我要按着他们的头。不想再被我学习，所以我不知道你在监狱是什么样的，但是在这儿，我告诉你，你说你能打，我陪你；他们要敢打过来，咱们就还击。如果你要做更大的，我拿命支持你。都说要杀，可是杀了你，你父亲会派兵来；不杀你，我一样会派兵来。这次还不是战争，
回去吧。既然大家愿意坐在这里给我鼓掌，那就说明我们都愿意风雨同舟。